关这位青年沈永维，本地是做水电工，尾也转行种咖啡，参加日月潭精品咖啡评鉴的比赛，3年拢摕到冠军，是青年农民回乡创业的典范。 迄伫乡青龙沈永维本来是一位做水电的，因为爱咖啡产业，到换岛来开咖啡民宿，为种植、加工、销卖，尾也担任国立大学助教，真无简单。今年佫一摆摕到日月潭精品咖啡评鉴的得点奖。很幸运，这次在南投县的咖啡评鉴，然后包括日月潭的咖啡评鉴，都拿到了特等奖。 因为规口罩的人拢爱啉咖啡，民宿规划一楼就是咖啡厅，互游客唔乃当伫咧遮歇脚过暝，可以当啉一杯香个顺的咖啡。沈教授他是教学乡长，为了要教，所以他要不断的学习，他就得奖。为了推广日月潭精品咖啡，伊全方面提升实力，用咖啡互这个家变更热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